38地想象租，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春輝大廈一個298尺兩房嘅單位。春輝大廈位於青山道205至209號，喺1986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9尺，個廳大概係8尺半乘以9尺半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窗外景觀，呢間房大概係6尺半乘以9尺半，5尺嘅床。呢間房大概係6尺半乘以7尺，洗手間。最後就係廚房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